各位天司机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，我係總演員阿權妹。今日咧，阿權妹又來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咧。哎呀，好食嘅東西係一種果子，係對哪一片來？對董事來，係對董事哪一片來？對董事嘅臭山來。有時候有名嘅當奇怪喎，呀，就係夾到嘅品牌名嘅哦。啊，唔過夾到有乜嘅故事，韓國愛同大家來分享，那條好米線哦，細細嘅夾來分享夾到，先來分享呢咖啡。分享，大家好，我是佳慧，今天從東勢那座山帶美人柑給大家哦。哇，分享佳慧來到節目當中，啊，稍後來去家嘅欣賞哦，來分享土全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東勢街臭山的黃土權，歡迎大家來了。歡迎大家來了。太普強嘅朋友，對不對？因為節目當中，其實太普強唔係當接出現，所以難得有太普強嘅朋友來做啲多多來講一下。尤其也到連呀，明信片當中，我都有看到有一下。董事強、太普強嘅羅勒，係嘛？對，做乜嘅 T 片行老呀羅勒寫落去呢？以前上輩寫嘅暗子色。啊，頭擺係寫暗子色，跟苗栗人講嘅，苗栗人說的。對。啊，後來就是有長輩說，我們大埔腔應該就很做羅勒，所以才改成羅勒，安尼。嘅咖啡才會聽得懂。太普強嗎？你們剛剛說的我都聽得懂。哦，咁就哎呀，他講吸煙，苗栗吸煙強，你們糖也是苗栗的四線腔，你也可以算聽得懂嗎？其實我們那裡大概一半一半呢。哦，所以沒有像我這個腔調的。也是有。哦，對。所以你們在這個明信片上面，其實已經老客發融入在你們的品牌裡面了。我們覺得應該要，因為我們在客家村。然後是等於說，聞着客家村的空氣，吃着客家村的水，然後長出來的水果，因為那我們應該怎麼樣把農產品跟我們的文化放在一起？因為孩子他們要學客語嘛，他們覺得好現實的問題哦。沒有，我們覺得這是很應該要做的一件事情。對，那孩子回到家，小學還比幼兒園不會講。對，那到了我們這裡就更不會講。對，那我們怎麼樣把這個東西放到我們的，不只是說生活裡面，連我們平常在應用，我們做生意，對，我們應該也要講一下。而且我們也是因為這張卡片才知道我們要講羅勒。對，以前我們也都講安子色，就照着那個大家都說要講安子色，電視都講啊，電視都講安子色，對，所以要講羅勒，然後加到個想法來當做自己的特色來跟大家來分享，而且名字也很有趣，都是那座山來了。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品牌叫做董勢嘅臭山？都市人先說。兩名我有滿個我來個傾嘅先生，韓文先生用版 talk 係嘛？係錯，我原本我很做東勢嗰啲山，如果唔係啦，嗰臭山啊！你是用一粒來講那山，對，山頭啊，一粒山頭，好像也蠻準確的耶。因為我冇一時想講啊，我唔會聽，我冇嘛曉講。係呢貼片門先生，東勢嘅臭山，咩嘅粒山？錯，大概由來本我太太講好了。因為那時候我女兒還在念幼兒園。然後同學就問說：“你說你們家有山在哪裡？”他就指着東勢的方向說：“就那裡啊，在東勢那裡、啊。”說就那裡那一顆，那裡啊，然後就方向啦，其實看不到。他指的是對的嗎？他指的是對的，對。然後同學就說：“啊哪裡？”然後他就說：“就東勢那一座啊，就那座山啊。”那剛好那一年我們在想着說要做品牌，因為以前只是用果園的名字，對，我們想要做品牌，那想那就。很好記哦，對，而且這樣子我們到外縣市就是做那種展售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最少節省30秒，介紹我們從東勢來。因為品牌有沒有就直接告訴你，東勢那座山。對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很有趣。东神七个一类欧两个风式啊，我们讲东莞整个表现呀，都想会跟我觉得跟家乡啊，跟自己的所在的环境啊，想要有这个连接。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给胸片底度，哦，好漂亮，真的是一座山，然后山上的果园，然后看得到天空的云，蓝天啊，跟白云的那种感觉，舒服。对，所以这压着蔬菜按用给反根底度，你要得给够盐底度。大概一年四季有什么样的水果跟物产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好，那我先先讲。该差不多，我们从那个月份来讲，从应该说现在啦，现在开始我们就有这个差不多两麦日就该两美人干。美人干，看起来董冲雷梦给，但其实它不是，我们误会很久了，所有人都叫它那个拍一下那个柠檬，对，没雷梦，没雷梦给我美人干、蜜银干，再来就是会再过来就会有到茂谷、木果，木果，过年的时间很多，对，做礼盒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接着的话，我们会有3月多4月，我们家其实还有一些自己种的桃子吃啊，对，有些桃子可以吃，梅子，还有梅子，母银，然后梅子再来还有什么？梨子，百香果，百香果，鸟梨，对，屌梨给亚哈，其实。因为董事长你会吃屌梨，因为屌梨你吃叫是磨生嘛，那你们家也是拿来卤吗？拿来腌？对，我们用盐煮啊，用盐煮哈子，就是做那个有像蜜饯的那个，我们就用小袋子，然后把它装得很像那种文创商品这样。结果后来发现会来买的，会回头再买的很多年轻女生，真的，对，因为。我觉得其实呀哈，大家可能应该观众朋友应该我们观众朋友应该知道，其实头白那个糖葫芦同梨耶，对，就是鸟梨呀，对，最早是鲜榨，后来其实都是鸟梨。那不过呀哈，大家去买糖葫芦就是买番茄啊，采草莓，现在还有葡萄麝香葡萄，对，就都不会有人买屌梨，唔会有人买这种清传统口味的糖葫芦。其实我前几年我当单牙肉公。士林夜市，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什么，我说天哪，你这台北怂你真没看过这个东西耶，就是他不知道跟屌梨跟桶梨耶才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吃的。我们有一场采果很有趣，他们本来说要来采水梨，结果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，然后就有事情就。往后延改时间，一改梨子已经过了那个时候，没有梨子了。然后他们就说怎么办？我们一定要去。我说好，我上山看看再跟你们说。我就看了一圈，只剩鸟梨。我就跟他们说，现在有鸟梨。他们就说好啊，我们自己采鸟梨，自己煮鸟梨。我说好，那就这么办。结果那一场破了我们的记录，有史以来平均年龄最高。因为阿公阿妈听到都说我也要去，就是很怀旧，对，然后他们，我跟我们家哥哥在那里煮，他们还站在后面说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因为那是他们的记忆。对，那现在很少吃到了。连以前我记得我在苗栗的时候，芦笋还有看到那个小货车、发财车会那样吊一袋一袋在卖，现在都很少了耶。现在好像没有，几乎没有看到。所以人家有这么多的水果。是让大家都可以去自己采果，然后帮他们安排不同的，像是这种课程，或者是有纪念品可以带回家。其实我们有一些是种了自己吃，比如像火龙果啊，然后香水柠檬啊，然后来采果的话，比如说3月份就是来采茂谷，那我们就会给一个这个2倍大的箱子，然后我们就会说。你装到满为止，所以我看到火龙果，我可以摘一颗，熟的就好，只要是熟的，我们会告诉你熟了没，对，那你就把它装满这样子。所以你去到山通看到所有嘅果子，唔管係七價、頭價、七價色嘅，也係講我拿來賣嘅，全部就裝在張，不用都七價嘅藍莓杜紅，对，很有趣耶，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去采果，就不会说很限定，说我只能。
吃哪一种？因为现在很多都小家庭哦，对，那你只给他一种水果，其实有点残忍，吃不完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你只能吃一种，而且你太敢用某盘饭是按斗，我买那么大一箱一样都是一种水果，我很难处理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的人运气很好，也可以带到木瓜回家。对，木瓜真的是 VIP 中的 VIP， 或者是那个菠萝蜜。好，菠萝蜜木瓜比较难得。木瓜对了，木瓜比较真的假的？木瓜都被鸟吃了。可是菠萝蜜一颗就把那一箱装满了吧？哦，那就贴张贴纸而已。对，很有趣。过程有一些秋年的布卡给开心农场。开心那座山，开心果园，对，那头家可能去家上车咧，会夹夹去找，不然就被客人载走了。也不怕，尽量载，很棒很棒。故说你看有按用嘅，伊咧反应哦，有按用按等一下嘅两公婆，按等一下一部卡影，我同大家来分享家布卡嘅故事，大嘴骨伊种。讲太多诶，等下休息下，再来还有更多家聊故事跟内容，我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好，分享大家真的福起来咧！我係鍾意聽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對董事來嘅也講太普強嘅朋友，啊，佢就同大家來分享，佢就個人地度嘅故事，啊，也個世界，甲佢講嘅當多啦。當然，可能冇用嘅季節就會出冇用嘅故事，啊，唔過也個世界睇出嚟係一種感美，一種感美按到美人感，啊，唔過也美人感同我印象當中嘅美人感。不一樣，我今天懷疑了一下我的腦袋，我想說奇怪，我過去主持福氣還是白主持，是不是？為什麼我印象當中美人干沒想到暗呢？是感美色嘞，橘紅色的，對，然後好像也再大顆一點啊，對，那這個美人干是像雷夢咁樣嘅，對，就是我爸爸他就是用該帝王干的該秀頭。帝王干是它太粒，然後強哎，像有點像葡萄，像綠色葡萄柚的那種，再小顆一點，對，它不會說很大，大小也差不多，這樣，差不多，然後該秀梅該將個接該美人干呐，所以係夾嘅枝條的方式，用夾的，嘿，伢爸爸，爸爸，就不是什麼品種試出來的，因為伢爸爸這個吃音出來，好厲害哦！這是真的，果然是對呀，董事閃上來嘅，因為董事懂人從頭擺夾梨嘅啊，就是用條理來夾的嘛，叫朗山啊，條理啊，對，然後你們呀哈又用阿公爸爸又用呀這個帝王干，然後來秀頭啊，夾那個美人干呢，就變成這樣子。這樣太卡坤都唔會撈到野雷夢嗎？我看到它我都想流口水，而且連果肉都是鮮黃色的耶。真嘅，乜神？唔沒有客人認為它是檸檬嗎？有，它的別名，它小名就叫我不是檸檬。完全是甜味，而且好多汁哦，这是我今年秋冬吃到第一颗橘子，榮幸，對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它水分懂得，果肉是脆的，对，它有點像柳丁，但是比柳丁還要脆的感覺，對，而且它的那個尾韻會有該雷夢的該熊蜜，雖然不是雷夢啊，還有米油一些嘞，雷夢跟熊蜜，對。好有特色哦！這個是伢爸爸去給他獨創的嗎？其實他也是跟朋友去學，但是就是我爸爸接出來的味道，我覺得很好吃。所以可能冇 Q 用嘅人種出來、夾出來，還會味道可能會有一點點差。對，功夫也會有差，就手法，然後還有那個山的方位，對，還是會有一點會有差。哇，顧總，它的名稱實際上叫做帝王美人干，我們對外還
还是叫美人干啊，对，5个字太长了。对，不然就是它不是柠檬。不是柠檬。它只要有出现，我们讲它不是柠檬，讲的次数比美人干还多。有可能，因为 Hero Nobel 他可能这柠檬怎么卖？对，它不是柠檬哦。对，所以就是亚到世界最主要的商品就是亚明饮干。对，那 福氣來嚟啊，就有一個西單元，很多福氣便利店，要福氣便利店就會有請要的專家，要的咬人，會同大家分享一點小小的冷知識，比如說像按用嘅乾美嘅皮，唔單像這個美人干的皮，很多的按用芸香科的植物，我們講乾美啊、柚子啊、檸檬，這些皮都是可以再拿來做運用的哦。對，像這個啊，我們就是可以來做那個清潔劑。它這個其實啊，就是很簡單，就是我們用那個75%的酒精，消毒的，應該大家家裡現在都有。對，這很方便。然後你就是把那個吃完的皮，然後把它細切碎，主要就是要切碎，然後你就去找個罐子，最好是玻璃罐，對，然後玻璃罐，然後你就是把那個酒精把它蓋過，這樣基本上就是可以用了，就大概3到5天就可以用了。這樣子就可以拿來清潔了。對，它就可以拿來清潔，不用說。假如說你是厚重油污的話，是可以再加起泡劑。哦，對。然後假如說要清那個像廁所啊一些那種馬桶的尿垢啊，你就加小蘇打粉。再加小蘇打粉。很簡單，就這一片就可以了。剛剛是純的鴨皮啊，那比例大概要多少？比例的話，其實它最主要就是說要蓋過。啊，像一般也可以用煮的啦，煮的話，但是煮的話比較跟酒精的差別在於說，因為煮的它比較容易保質期沒有那麼的長，就是很容易就會壞掉啊。但是酒精的話，基本上就不用擔心這個，對，就可以一直放着。你要把它醃過去。對，醃過去，按它顏色慢慢變，會越變越深。所以裡面什麼皮都有嘛，看起來有橘子，有柚子，前一包給中秋節的那瓶果醬的茂谷皮，然後這美人干，這昨天才泡的，你看顏色就這樣，已經顏色很深了，所以按鈕就有清潔的能力了。對，你就是再把它，你要用的時候就把它裝那個裝瓶小噴瓶，對啊，有的要像鍋子的底那黑黑的有沒有？哦，很超好用。對，你就是稍微就是噴了，然後但是要放一段時間，大概放3-5分鐘。很用力介紹這個小知識，比介紹自己產品還用力。謝謝，多吃一點，然後皮就做這個，對，都可以用得到。還用給福氣便利店同大家來分享清簡單的這個清潔劑，啊，跟我們單槍按呢個再個真來講一下名人干嘅故事哦。這個美人干其實頭擺加下其實有講到人家就係回去接手。道全爸爸給狗演，那道全爸爸頭擺就是以前就是都是種這個務農，都是在做他們的人工周傘啊，就是周傘，對，就是做這個果園的事業。啊，你都當時怎麼因為很年輕，怎麼會想說想要回到董事給抽傘？怎麼董事給抽傘，然後來做這麼辛苦的工作，回去務農？其實我之前是做那個。加工品的，我在大陸，然後因為我小朋友大了，然後想說回來家裡也可以照顧家裡這樣，然後就老婆也希望說我回來的，對，然後就是覺得說，其實應該是說啦，我覺得說在外面久了也是想要回家，然後可以看到爸爸媽媽，因為在大陸畢竟時間還蠻長的，對，才回來一次這樣，對。而且我覺得其實你爸爸老也在果園經營都懂，因為就種出這樣子這麼難，就是一個全新的一個品種，然後種的這麼有特色，這樣子的帝王美人干，聽說還有獲得這個什麼神農的老師的稱讚，是不是？那是茂谷哦，是茂谷，也是果園裡面的水果。對，它其實是我們第一個我推出來可以當商品的水果。對，因為15年、16年前，這麼久。我生哥哥的時候，然後有一天我公公就回來，然後他就一直很生氣，我想說怎麼了？然後那時候我才剛做完月子，沒有幾個月，然後他就說他被盤商欺騙，就是盤商採下來的還沒接手，還沒正式，還沒，那時候我才剛剛看他們一起住而已，對，然後他在大陸，他說在大陸，然後他就說盤商採下來的水果說，就是
用看起来低价格的，但是事实上它里面藏了高价格的，然后被我公公发现，然后他就好生气哦。我就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卖？因为我家也是做生意的，我自己卖是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但他就说不可能有人一下子要买那么大一箱啊，不可能自己花运费来买水果。我说我们试试看嘛，我就把他抱怨的事情写一篇小短文，就100-200字，然后拍一个照片，上山拍个照片，然后那个时候用 MSN。还有 MSN 的年代，然后还有我经历过，那时候赖在哪都不知道。对，然后我就发一圈，那一年开始流行办公室团购。那我的同学都在台北上班，我就每一个人说，我说你们同事喜欢团购，寄1箱你们试吃。结果那一年1/3的收成就卖完了。哇，那你公公吓傻，他吓到了，他说怎么可能，都卖掉还是怎么可能？到第2年他给我一半。他还是说怎么可能？到第3年，他想要试试看，你全部卖得完吗？还是卖完了？他就想说啊，怎么可能？还是怎么可能？哇！对，然后我们才开始说，那我们自己做纸箱，然后自己做贴纸。对，其实到第3年，我们都还是用公版箱。对，然后更多的产品。对，然后一直到他就是其实在大陆工作有很多的辛苦啦。对，然后我们每天都讲电话嘛，就觉得，那你不如回来呀。对，你有一座山，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当局者迷，自己有山不知道那个是宝贝。那我们这种抖起怂有没有？看到什么都觉得哎好新鲜，这个东西很棒。然后它其实就是缺个包装，缺个故事。那我本来就是学广告的，那我觉得我妈妈花那么多钱让我学，我应该要学以致用一下。对。所以就劝这个道全赚来东西。其实他刚回台湾也不是要做农，是真的遇到疫情的时候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2个有很多斜杠，对，但是就兴趣很广泛。但在疫情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收入都停下来，反而是因为我们有山，然后知道的客人啊、朋友啊，他们就会传讯息，然后打电话说，你们山上有什么寄箱来给我。对，而且大家可能都待在家里，很需要水果补给这样。然后也是那一年开始，我们就想说，有时候装不满，然后我们就问邻居呀、亲戚呀，你们家这个时候有芭乐、有葡萄，对，就一起装一箱，然后就一起寄。东势那座山来的啦。对，所以后来其实我女儿讲这个东势那座山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们想说，这个名字看起来好像很大。但事实上，我们是把自己缩很小。我们不是只有说我们卖我们果园的东西，如果只是果园名称，只是果园的产品，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东势，而且不只是农产品，也许是我们的文化，也许是我们的一些风土人情，可以一起让大家认识。好棒哦，故说你看对董事嘅初山來嘅啊，千溫暖，千有自家嘅想法，想同大家來分享，還要當到好些東西，係咪同大家來分享？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，我係總員阿權妹。而家送2趟，大家應該有感受到呀，2公婆對董事嘅初山來啊，唔過也都有當到想法去同大家來分享，係我親熱情，乜嘅就想去同大家講，乜嘅就想去教本大家，一下下來同大家來分享，就會覺得唔單槍有呀，夠字有夠研做的自家去自己採一箱啊，甚至還有一點點手作啊，還做的帶一點紀念品回家，以外，也都還有出果醬。而且这个果酱名字我觉得很可爱，第一咧我看到的是茂谷嘉年华，懂闹热嘅感觉。对，就像茂谷在开 party 一样。哦，对，这是怎么样的概念来创作这个果酱的呢？因为其实柑橘啊，它整颗都是宝贝，所以如果果酱它没有把皮放进去，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。对，然后因为它的。其实很多的食谱都会说把那个白色的膜弄掉，但是茂谷皮很薄，我们就没有把它去掉。但它怎么苦味还是在怎么办？我们就让它去泡 whisky 1个晚上。这么重本？然后泡了1个晚上之后，但是因为整锅只有皮有泡过 whisky， 所以煮完之后其实已经没有酒精了，它只保留了 whisky 的香味。对。
对，而且真的完全没负面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即使是很多人用柠檬皮用到果酱里面好了，其实那个柠檬皮屑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保留一点点苦味，虽然那个苦味跟甜味搭配起来可能有点中和，但是这个吃起来我刚刚还是。贵的哦，有一丝皮在里面哦，我那一口就是有一丝皮在里面哦，那个皮哎抽起来是没有苦味流出来的，然后还有个香气，对。然后为什么会叫嘉年华？是因为不止皮嘛，它有我们里面吃得到果肉，对，然后果泥，哦，这个果泥我们会连那个末、白末、菊络一起去打，因为菊络其实非常有营养，对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打成果泥，然后你看。果皮又是喝了一个晚上的 whisky， 就像开 party 一样啊！真的是有 party 的感觉。鼓手这个茂谷嘉年华就会用很多不同的组合，还有想法，但是希望老龟粒茂谷的精华全部就不用都抵度。对，而且一刚开始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果酱现在没有，有的时候那个皮你会看到有黑黑的，就那种外面看是黑的，因为果酱一刚开始为什么会有它出现，就是因为。有一堆的茂谷被丢掉，然后我就觉得奇怪，问我公公说，因为就在果园边边，我说那坏掉了吗？他说没有啊，就太丑卖不掉，没有人要买。我说应该还是有人会要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我就跟我婆婆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时候还好小，我还抱着她 baby， 我就跟我婆婆说，我们来煮看看，她煮果酱，对，就她后来就帮我们创造了我们淡季的收入，哇，就其实它只是丑，它没有办法变成 A 级品卖掉，但它可以变成价格更好的果酱，价格更好的果酱，而且刚刚有提到乔治先生，说呢，乔治先生黑骂啥呢？就是这个果酱的品牌，对，但是这个果酱品牌乔治先生会给他的个来耶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特别给他一个乔治先生？这是他自己取的吗？对，他大概3岁4岁吧，他是第3个小孩，然后就哥哥姐姐每天吵架嘛，所以他就耳濡目染，他的语言发展就很快。对，然后非常听人家讲话，他想参与，太想参与了。对，然后他就有一天突然说，乔治先生觉得他吃个饼干，他就说乔治先生觉得可以。我说你说什么？他说乔治先生觉得可以。他从那天开始，他只要吃东西，他要评论这个食物的时候，他就会自称乔治先生。好可爱，小小美食评论家哎。对，那我们就觉得好像被他吃过东西都是很好吃，我就说弟弟，你的名字借我拿来放果酱的品牌可以吗？对，提供做的，是的，对。他就说那我可以吃每一国的汤匙吗？我说好，都你的。鼓手。果酱煮啊，就来乔治来，汤匙给他。那就是我们装瓶嘛，装瓶装完了最后的那个汤匙要洗之前。对，有的时候可能我装上他还在上学，然后我就会留他放学回来。哦，难怪我应该给名哎。那有他最喜欢的口味吗？他最喜欢的还是茂谷嘉年华，还是茂谷嘉年华。但是你们除了茂谷嘉年华，还有其他的口味，要不要一起介绍一下？再来还有一个凤柠冰茶，对，因为其实这一支今天会带来，是因为也是因为它才有乔治先生的果酱这个品牌。因为一刚开始我们也是用东势那座山，对，当做是果酱的名称，然后就开始会有很多人会说，哦，东势有种凤梨啊，其实也是有，但是不大种，不是说你稍微有点功夫种就好吃，对，然后我们就要一直解释。我就解释大概5、60次，我就觉得我放弃了，对，有点。我就决定，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也很天真，我们以为说果酱的客人就会是买水果的客人，我们太天真了，其实并没有，并没有，他们大概重复大概0.5% 而已吧。是哦。对，然后想说，那与其这样，那我们干脆就做一个果园的子品牌。然后乔治先生那么爱果酱。对，爱吃，对，食物被他拿在手上都觉得好好吃，对，那我就跟他说，你名字借我用好吗？对，然后所以就因为凤梨冰茶的，而且这一支是我们旅游产生的口味，因为我们去台东玩哦，然后在逛市集就遇到这个果园的姐妹，她们就是因为家里种凤梨，然后放弃了台北的工作，回家帮忙。那我们就觉得，那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一下，很棒哎！而且我觉得应该是都给凤梨脆脆的口感。它里面其实两种凤梨哦，土凤梨跟金钻凤梨。那
那个脆脆款，因为通常一般果酱煮态，因为果酱是要煮很久的，熬煮很久的一种产品，可能那个口感都会被煮掉。我觉得那个保留口感好好吃哦。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水果本身的选择还蛮挑剔的，因为真的要，因为你们家自己就种水果啊，就是因为公公嘛，因为他种的茂谷太好吃了，所以我们的标准就变得很高。对，然后还有种植法也是，因为我们尽量挑选自然农法的水果，因为孩子自己在吃。我们的第一个客人就是孩子。对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就是用干净的食材。对，然后所以里面其实2种凤梨是2个果园，那2个都是自然农法的果园，包含用的红乌龙茶也是无毒的红乌龙茶。红乌龙茶是也是加在这个凤梨冰茶、凤柠冰茶里面。对，凤梨也是自然农法的凤梨，柠檬，对，好特别哦，因为有把红乌龙放进去果酱里面。其实泰嘎的想法就非常非常有创意，想要把乌龙茶放进去果酱里面，果酱就果酱啊，我们还有酒的，对。那这一罐呢？桂花水梨，对，会有水梨是因为就我们家夏天种水梨嘛，然后就有一年蚂蚁太多，对，所以就有好多受伤的就不能卖，然后就跟茂谷一样，然后既然茂谷可以，梨子应该也可以，对，然后就做出了果酱，对，就不服输，对。对，客家媳妇要有客家精神。好棒哦！最近韩國人知道有青豆亞豆嘅想法都地度，但是这些事情，泰港英國人用去請亞豆，要怎麼找到你們？還是說你們通常會用什麼方式來跟客人見面？比如說是農場啊，還是說其實你們有就是去市集擺攤啊之類的？我們大部分都是在市集，對，然後就是我们只有用官方來对，因为客服就我一个，又要煮果酱，辛苦了，又要做贴纸，对，然后又要做客服，对，所以就我们把入口只有一个，但是因为最近的曝光比较多，所以我们的粉丝页就突然多了很多新的朋友进来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把粉丝页的再导入我们的官方赖里面，很细节有没有？还要导入官方赖里面，不然我会看不到，就会觉得大家会觉得被冷落了，其实不好。所以他刚刚有机会去市集里面，还是可以找到你们，对不对？有机会可以跟你们相遇。对，但是我们市集会去哪里呢？就是关注我们官方赖。OK， 没问题哦。因为汾阳都董事给抽3次去采果，是全年都可以开放采果吗？其实我们在疫情之后，我们有就是限定团体20人以上，因为会比较好沟通，因为预约，对，所以可不可以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撒哈罗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规划？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这还要再想，还没想好。我们下一步的规划还是以果酱。山和果酱为主，那因为其实果酱就是很多果农都想要煮果酱，但是可能没有这个能力，对，因为它是需要时间的。因为还好我们家很幸运是，我会讲媳妇的客家话，本牛。老婆，对，就我公公负责种植嘛，他负责山上的工作，那我负责就是加工品跟行销、广告行销，那道玄就在中间，我跟我公公中间所有的工作就他。夹缝生存，没有啊，很辛苦，你很重要，你是桥梁，你是脖子脖子。好了，不要再放闪了，我要戴墨镜了。好啦，也就非常轻松亚豆嘅理念，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，希望大家每多多注意董事嘅措施，注意亚豆愛故鄉、愛土地、愛貢獻亞種想法，同大家來分享，希望亞豆每生活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舒可休息一下，等下聽聽欣賞，共下來做運動了。節目好看冇啊？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條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，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網站，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。